继续来看，这位是桃园市议员林德，伊是朱立伦的爱将，嘛是国民党智库的副执行长洪亚廖。顶个月对拿立法代表团到美国观察到总统大选，因为不满外交部安排的行程，是来痛骂到外交官。林德是回应讲，因为外交部为着要来配合到民进党的行程，竟然甲拿北代表食饭的时间压缩到剩40分钟，甚至外管的人员阁用唱歌的方式甲因口洗，才会引爆到双方的不满。和参会会面翕一张相，国民党智库副执行长林德7月参加外交部举办的跨党派美国观选团，诉求指控美咱台湾的外交部人员。关键点爱求等来美国时间7月19日，代表团访问美国的上尾一天。伫咧芝加哥有名的地票头前，拿立法3党人员翕相留纪念。结束了后，民进党的人将含伊利诺州政界重要人物接访。拿北是继续伫咧附近设计，准备要去全球上大间的星巴克西。林德的不满外交部为了民进党行程来缩短拿北食饭时间。星巴克的全球的旗舰文化中心，那我们其实只待了15分钟，所以当我们上车发现是7点用餐，又要8点准时去接他们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其实蛮压抑的。那样食饭时间敢若剩不到40分钟，林德嘛去甲讲一个酒车驻芝加哥办事处长就大声伫咧唱歌，歌词内容袂输伫咧讲口水，互人听个是嘴巴都火。这个外管处的处长，其实在车上。他因为在这个时间上，他就表达了，你们是逛得很开心。他也说，我都已经来这边陪你们了。这是林德佮方指控为一个少年外交人员控手，地书登记时，这个外交人员艰苦甲伫咧哭。其实我有看到，就是他后来就是在飞机上面。就是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心中有一些委屈吧。我在想，处处忍让，处处配合，回来已经这么久的情况，还可以被黑。外交工作不分党派，至于周刊报道的相关细节，外交部没有评论。只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落来有真悬的纪律，未访问美国，爱将林德先防也聊出甲外管未合，未来可以做伙斗阵，上山就爱看山势，入门就爱看人意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